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树。今天是2025年11月20號，這一期啊，咱們繼續胡聊胡適、胡指、胡威，還有胡一進老師啊。今天周四啊，胡適也來了一個黑色星期四啊。昨天啊，胡適啊勉強的滬指拉紅了，今天啊就掉鏈子了啊。A 股三大指數集體收跌，截至收盤，上證指數跌0.4%，深成指跌0.76%，創業板指數跌1.12%，北證50跌1%，兩市成交額啊，又只有1.7万億左右啊，比上個交易日又少了200億，又縮量了。盤面上看啊，海南板塊震盪走高，銀行板塊全線走強，中國銀行漲超4%，建設銀行漲3%，這個工行啊再次創新高，也就是靠銀行股拉啊，也没能把指數拉回來，說明什麼呢？今天對散戶來說啊，又是悲慘的一天呢，1450家上漲，3850家下跌，大部分啊都在跌啊。进入这個11月以來啊，散戶都是賠多啊賺少。總體上看啊，這個銀行股啊都已經拉不動了。明天啊周五又是凶多吉少啊，看看回調了這麼長時間的這個什麼科技股啊，什麼半導體、人工智能會不會啊重新走強？如果這個以前最熱門的板塊繼續調整的話，那明天恐怕就是黑色星期五啊，主要看這個科技股。因為大消費也不行了，大消費是不是補漲？銀行股你不能指望它天天創新高啊，主力也要歇一歇，再拉散戶又不跟，難了。這個李大霄啊，他發了一個評論說，這10個月以來無疑是牛市，但表現非常好的方向都與散戶無緣。這個李大霄都已經指出來了啊，這個所謂的牛市，對吧？指數牛市啊，這我一直說它是叫指數牛市啊，沙灘上建高樓，牛市是牛市，但是跟散戶無緣。這個李大霄也這麼認為啊，你看他這麼說的。11月19號下午，網紅經濟學家李大霄發布視頻指出，這10個月以來 A 股市場無疑是牛市，今年以來市場上上行是比較明顯的。截止到今天收盤，滬指收3946点，他說是昨天啊，上行了17.75%。上證指數這是妥妥的牛市，對吧？這指數牛市嗎？你不是散戶天天哭着喊着要牛市嗎？還有專家建議，对吧？把指數搞到4000點嗎？如您所願，到了4000點，你得到什麼了？銀行指數、央企指數更是出現了很好的上行，但很多投資人的體感並不好。這個李大霄啊，他認為有以下因素啊，這是李大霄的觀點啊。他說，一是散戶追高了。李大霄判斷啊，他說據統計啊，從3800點開始 ，A 股換手117%，很多散戶的成本就是從3800點到4000點，4000點調整下來，體感是不言而喻的。二是銀行指數、紅利指數、央企指數、上證50、滬深300等等都是表現非常好的指數，但這些都是散戶無緣，也就是散戶啊，他不喜歡這個銀行啊，什麼中字頭的啊等等，恰恰就這些股票漲得好。第三個說買到的個股不對，他說比如今天市場4000多家帶漲，應該是大部分散戶持有的，而上述創歷史新高的這些散戶並不感興趣。我們換個角度來看啊，上述這個銀行、紅利指數、央企、上證50啊這些股票啊，如果散戶都蜂擁而入的時候，實際上就是股指見頂的時候，是人家出貨的時候。現在這個指數牛市沒走完，就是因為莊家啊主力扎在這些股票裡面，遲遲沒人接盤，沒人來上當，對吧？散戶不去給主力抬轎子，不去接盤，主力也不去拉這個散戶持有的小票，各玩各的，不就這意思嗎？實際上是各玩各的。然後這個私募啊，那些什麼游資啊，就開始帶着散戶炒那些什麼福日股份呢，对吧？炒生肖、炒名字，玩那些玄學無厘頭的，各玩各的嘛。现在就是這麼個情況啊。你看那個建工爺叔持有的這個上海建工，連拉5個漲停以後，你看看現在又到了2.8塊，回去了，5個漲停白拉了啊。這個李大霄說的第3個原因是，他說不斷交易，也就是說這個散戶啊持股時間短，交易頻繁。在4000點附近換手高達170%，是靠散戶不斷交易造成的磨損，最後就是散戶不斷借錢，市場槓桿高達2.5萬億，槓桿一掉下來，體
體感肯定不好。我昨天说了啊，如果是咱们滬市连拉4根阴線，对吧？昨天有人这个护盘啊成功，如果连拉4根5根阴線的话，那马上啊这些融資盤呢就要爆雷，那市場還得暴跌，因為這融資盤被迫清倉啊割肉啊，這一幕啊我想很快會出現。這是李大霄啊，他認為李大霄這個說法啊，說明他體會到了啊散戶不賺錢。作為一個網紅經濟學家，天天忽悠這個底那個底的啊，現在他也知道了，他忽悠的這個所謂的牛市跟散戶跟廣大的韭菜沒關係，實際上害了這些韭菜。這些韭菜本來的吧就是貪，沒有辨別能力，就被李大霄這樣的人忽悠進了滬市。我認為啊，李大霄恐怕在這個滬指啊突破去年10月8號那個高點之後啊，李大霄是一直在提示風險的，他不停的在提示風險。李大霄以前是不停的提示底啊，說這是底，對吧？各種底，為什麼突然又變了風格，提示風險呢？我倒是覺得啊，恐怕他是良心上過不去啊，看到這麼多人進去之後不賺錢，一個比一個慘。錢誰賺去了呢？一會兒再說啊，錢誰賺走了？這是個零和博弈市場，你把散戶送進去，那就是相當於把人啊，把小姑娘、把美女往緬甸、往柬埔寨送，你居心何在？柬埔寨有機會，緬甸也有機會，但你把一個小姑娘往那兒送，大學剛畢業的，你說你為她好，你說那兒有機會，這個良心不痛嗎？這個錢賺得很好嗎？所以這個李大霄啊一直在提示風險啊，這個確實，這個也符合吧前一陣子這個網上流傳的，對吧？80%的散戶在這個牛市是賠錢的，人均賠了2萬5。只有5%的散戶是賺錢的，但是啊，這5%的散戶不代表永遠賺錢，只要他繼續還在裡面玩，遲早是要賠掉的啊，這個不用懷疑啊，時間沒到啊，時間一到自然就收他了。關於散戶這個槓桿，這個新浪證券也有報道啊，說17股獲槓桿資金淨買入超1億元。11月19號獲融資淨買入1000萬元以上的有359隻，其中17隻融資淨買入額超1億元。中繼續創融資淨買入額居首，單日淨買入4.44億。紫金礦業、滬電股份融資淨買入金額3.31億元、2.4億。這些股票在連殺2天啊，差不多他們就崩盤了，都是融資買的啊，融資盤。這個市場是小散戶賠錢，參與的散戶在賠錢，但是參與的散戶多不多呢？這個又有一個新聞啊，這個財經網啊，他刊登一篇文章叫《財富效應提振消費的關鍵在於普惠性》。他這文章裡面核心觀點啊，說本輪牛市普通居民參與度不高，金融機構應加快推出強化定投、工資自動扣款入市等便捷通道，降低普通投資者參與門檻。這個財經網刊登這篇文章啊，我在網上沒搜到它原文，估計原文還挺長，沒搜到，但是搜到了這個很多轉發的都是這一半或者是簡介啊。通過這個轉發的簡介來看啊，文章指出啊，今年以來存款搬家的概念在金融市場上廣受熱議，市場機構普遍預計，隨着利率下行、股市回暖，居民開始將資金從存款等低收益資產轉向股票等高收益領域。從理論層面來看，引導存量資金入市，推動股市上漲，既可以增強股市間接融資能力，也可以增厚居民收益，並通過所謂的財富效應進一步提振消費與信心。他後面寫了啊，重點是他說，與此前牛市不同的是，本輪入市的新增 A 股開戶主要集中在高淨值人群，普通居民的參與度不高。上證所新增 A 股開戶數在6到9月從165萬抬升到294萬，也就是開戶數啊，其實不多，與2024年10月，2024年就去年10月啊，685萬戶的高點差距較大，更低於2015年4月的720萬戶，意味着本輪入市驅動力可能來自高淨值人群，而非一般意義上的散戶。這個首先啊，這個財經網這個說專家啊，叫安邦智庫的資深研究員認為，要讓財富效應真正成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力量，使更多普通居民能夠參與並受益於資本市場的增長。要改變這種局面，金融市場需要更加注重廣度和包容性，因此監管部門應鼓勵引導金融機構加快推出面向大眾的投資工具，通過
設計更多低費率、低門檻且分散化的共同基金指數，加快推出強化定投、工資自動扣款入市等便捷渠道，降低普通投資者參與門檻。也就是說啊，你普通儲戶啊不想入市那也不行，跟你的工資啊、工資卡賬戶直接跟那個證券賬戶掛鈎，讓你一不小心啊手一抖，那錢就到證券賬戶了，再一不小心就買了股票了。你說说吧，就像好多平台設計的一樣，你手一不小心就點開就是廣告，你推推不出去，必須看完。你說這個專家不就這意思嗎？就你不想炒股都不行，要便捷化啊。還有一個就是什麼呢？就像那個現在房子賣不掉怎麼辦呢？降低首付比例，对吧？从20%降到15%，不行再给你降到10%，再不行就零首付。总之啊，对吧？把那個上吊的繩子往下再放一放，便於更多的人把腦袋能伸進去，不就這意思嗎？這個財經網他這個認為啊，他說存款搬家啊，因為這個跟往常的這個牛市相比啊，本輪牛市明顯的啊沒有那個氣氛，不夠熱烈，所以這個開戶人數啊沒有達到預期，就是暴漲。他認為啊，那是因為高質量的人群多了啊，低質量的沒有開戶，就這意思啊，高净值用戶嘛，高净值用戶就是高質量的啊多了開了戶，那些低質量的就是低淨值的沒錢的沒開戶，這才是這個意思。我認為啊，這是財經網的一個推測，本輪牛市開戶數少了，少的不一定是低淨值用戶，也就是開戶的也不一定是高淨值用戶。真正的高淨值用戶，他投資渠道比較多，未必能看得上股市啊。股市的那新增資金實際上來自於哪兒？來自於這個槓桿。咱們以前說過了，這是場內資金啊，很多人自己在加槓桿，想趁這次牛市也翻本。還有像建工、爺叔這樣的定期的，對吧？往裡補倉，更多的是保險資金、社保資金，因為這些錢他們每年收了大量的錢之後，他必須有一部分是要投到股市的，再加上央行給的一些政策，他們加大了啊对股市的这个投入。我觉得股市新增资金主要来自这个，少量的来自散户啊，也有一些人呢开户了，把自己的钱拿进去炒，有，对吧？这个都不是主流啊。实际上这一轮行情啊，应该是自救行情，场内资金自救，再加上社保、保险公司，对吧？各种这种机构的增量资金。所以你看看现在它后继乏力了嘛？现在你看以前最多的时候成交额3万亿啊，现在只有1.7万亿，对吧？越来越萎缩嘛，后面没有人往里投钱，自娱自樂。你看看這散戶，對吧？這個韭菜不願意進場，不僅要引誘韭菜進場，還要逼，對吧？逼韭菜，你必須要進場。韭菜不進場誰着急啊？韭菜說我不想進去玩，對吧？我不賭，不指着這發財，那都不行，對吧？非得讓你進去玩，為啥？你韭菜都不進場玩，那人家怎麼套現呢？人家賺誰的錢呢？這個市場到底誰在掏錢呢？我們看一則新聞報道啊，你就知道。每日經濟新聞報道啊，說浙江證監局啊近日通報一則行政處罰決定書，說是什麼事呢？說浙江啊當地某私募關聯企業的 IT 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竊取公司支付代碼，通過他人證券賬戶趨同交易股票，賺取8857.69萬元。東窗事發後啊，他不僅被沒收全部違法所得，還被處以等額罰款，叫莫一罰一啊，合計罰沒1.77億元，同時被採取5年證券市場禁入措施。有很多網友就說了，這有什麼稀奇的呢？這個胡適一天到晚都這樣，天天都有證監會的處罰。這個不一樣，這個私募關聯企業從業人員，這個私募是什麼私募呢？就是大名鼎鼎的啊，量化大佬梁文峰旗下的幻方量化9張資產。梁文峰知道吧？他後來搞了一個 DeepSeek， 這到底怎麼回事呢？根據通報啊，這個涉案人員就是林某，他是負責幻方量化9張資產量化交易系統，也就是咱們說的這個割韭菜啊，核心開發的，能夠第一時間看到公司的交易指令啊，就是我們說通俗一點啊，就是這個林某某啊，他是能第一時間看到這個幻方量化9張資產是怎麼割韭菜的，這一刀從哪兒割，怎麼割多快，他完全看得見，因為他是負責技術的，負責交易的。這邊給公司幫公司在割，對不對？幻方量化嗎？那邊他自己悄悄的搞了個小倉庫，給公司割的同時給自己也割一點，兩不誤嘛。自2022年11月起，林某某悄悄控制多個賬戶，分別使用不同的交易策略，
精準複製換方量化賬戶的交易行為，一直到2023年9月，就是將近維持1年，公司發現異樣，監管通過數據監測鎖定其違法行為，短短10個月，林某某淨賺近9000萬元。你也記住了啊，林某某是完全複製換方量化久站資產的交易策略，就是你怎麼割我就怎麼割。10個月林某某就賺了9000萬元。那同理，換方量化能賺多少錢？這個那就看誰本金大，是不是这道理啊？林某某的本金肯定小于换方量化的，他都能賺9000萬，那你說换方量化掙多少錢？而2022年大家還記得吧，11月到2023年9月期間，那正是這個胡市跌跌不休啊，散戶哭爹喊娘，胡锡進老師對吧，一度都要跳樓的那個艱難歲月啊，但是人家掙多少錢呢？這個林某某啊，在梁文風量化團隊內多次被表揚是核心人員，這次被罰得很慘啊。通報說啊，林某某主觀惡意很大，社會影響極壞。問題是咱們國內有多少家量化基金，有多少像林某某這樣的人，有多少量化基金賺得盆滿缽滿，有多少老鼠倉賺得盆滿缽滿。在一個零和博弈的市场，我們社保基金要賺錢，這是天經地義啊。然後這個國家隊要賺錢，也是天經地義。國家隊救市了，對吧？不能讓人家白救一趟啊。完了還自帶干粮是嗎？完了这個量化私募老鼠倉要賺錢，而且還狠狠的賺，那是咱們是叫零和博弈啊，那誰賠錢呢？最終還是散戶對吧，扛起了所有。散戶既要餵飽這個社保基金啊，這是分內之事啊，對吧？這是義不容辭的責任。又要對吧，照顧好國家隊，國家队畢竟來對吧，來救市啊，你不得感謝感恩吶？完了之後你還得把這些什麼私募對吧，這些什麼量化這些老鼠倉還得餵飽，你說這個散戶他能不叫金融消費者嗎？在這樣的一個市場，我記得劉繼鵬啊就直言不諱的說出啊，中國的这個人工智能大模型是散戶資助的，這回能看出來了吧？這個林某某對吧，10個月就能賺9000萬，而且在那個行情下，那你說換方量化能掙多少錢？然後他投錢對吧，他把他賦予了算力啊，為什麼這些量化能搞這個大模型呢？就是因為它有大量的這個 GPU， 它有大量的富裕的算力啊，因為它畢竟這個交易時間只有3個小時嘛，周六周日對吧，節假日它都是閒着的，主業是割韭菜，副業是搞大模型，結果人家主業副業兩不誤都搞出來了。所以咱們人工智能啊，這個軍功章上有小散戶的功勞，有小散戶的一大半，還不是一半。所以啊，要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股市。我們看看這個證券專家劉繼鵬是怎麼說的啊，大家看視頻。到底能不能成為普通人的一個理財的工具？當然可以啊，說你說的話是公平的，我不就在為這個環境在鼓與呼嗎？我說的這一切，我說限制大股東，你說那你要限制人家沒積極性了，應該再想想，產生這種想法是不應該的，應該調整，這就是監管制度本身應該做到的。現在中國缺的就是好的制度，不缺錢。吳清主席最近也說了，儲蓄還是160萬億，轉化資金太少。可是你要不建一個公平正義的股市，這些錢轉進來就被割韭菜，你說誰還敢轉啊？是不是這麼個道理啊？所以這個問題一定要讓我們的監管者來反思，而不是讓我們的股民去做這簡單的努力。你得改变。大家覺得我錢到這兒了，比如基金發展了，我買 ETF 指數基金，讓基金理財，它能夠帶着大家增長。所以基金這個機構首先是他們的道德素質，其次才是他們的專業素質，要雙腳並行，雙軌並存，提高他們的素質，我們的機構投資人就有市場了。但对我們散戶來說，要具備一個什麼樣的思維才能夠進入資本市場？不是你具備什麼樣的思維，是你在一個什麼環境下去進行增加你個人財產性收入的這種搏殺。因此這個環境如果說大股東減持不遏制，領導會想到這些問題嗎？我們監管部門也是啊，他老覺得虧欠大股東的，人家到流通了你不讓人流通，還都得報，一報就是不能流通。現在要讓你們出來，這股市又砸趴下了，咱白努力了。老是在這種被動情況下，這能叫好的制度嗎？我說的新老划斷，對新股怎麼做，老股怎麼做，這才是治本方略。這個問題解決了，我們的股民才可能賺錢啊。你的錢被誰賺走了？二級市場是有些投機大鱷賺錢，更重要的是制度差異導致的財富分配不公平，
像大股東這種情況，你凭什麼一股独大呀？这国際股市上哪有這麼多一股獨大呀？我們統計了一下，美國的前100家上市公司裡邊，股份超過20的不超過10家，我們這可倒好，哪有不超過20的？聽我講完了，就不應該再替他們擔心。第一個，在 Pre-IPO 把一部分股份轉讓給了基金，這是大股東你獲得的錢，他轉的是存量股份，就是因為他能上市。大股東已經得到一筆創業利潤了。第二個，我說30控制权，嚴格說25就能控制一个公司。根據美國的經驗就是這樣，馬斯克才20.3啊，人家照樣說話有分量。這30到25，我也給他留了5%的空間。有些我們大股東減持說個人生活需要，還有大股東減持理由說為孩子上學。我覺得他們可能也調侃你，讓我填這個，我只能蒙你啊。你減持的是公司股票，總不能說為公司服務吧？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，我這樣做是建立一個理想的公平社會。因為股市要發揮作用，那股市的公平與正義就成為關鍵。大家覺得現在胡適談得上公平正義嗎？離公平正義還有多遠？有沒有可能啊，他通過整改，通過什麼改革，變成一個公平正義的股市？挺難的啊，因為這裡面的利益太大，人家憑什麼改？這麼好的一個割韭菜市場，為什麼要改？有很多專家說啊，對吧？你把胡適搞上去，讓這個投資者都賺錢，投資者不願意入市，那就把他工資，對吧？強行的給他劃到股市裡面去，這不剛才專家已經建議了嗎？這樣你看看啊，這個股市上漲就變成普惠性，一漲大家都沾光，都有錢，這不財產性收入就多了，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漲了。這專家真聰明啊！那你為啥不直接發錢呢？直接發不就完了嗎？給每個人賬戶上發多少，對吧？這個房地產啊，對一些有想法的年輕人呢，財富啊一次洗劫。但是這個我們也不能說是主觀故意啊，但是客觀上就這麼個現狀，對吧？你越努力，有可能越慘。20-30歲、30-40歲沒辦法要結婚，買了個房，現在呢房價跌了，對吧？50%、60%腰斬，首付早就跌沒了，還在還按揭貸款。你不還吧，你想把房子賣掉，還得貸款賣房，也就是要多慘有多慘。未來這個股市一樣啊，如果說忽悠了大量的人入場，必然也會出現房地產這個結果，就是大量的人前半生白忙。你對手是誰啊？對吧？你散戶的對手剛才已經說了啊，那些穩賺不賠的，對吧？那些人你得保證人家賺錢，這個是法律規定的啊，相當於法律規定啊。剩下的你還要跟誰作對啊？對吧？那些非法減持的，那欺詐上市的，做假賬的，你要跟他們做鬥爭。完了之後，你還跟那些什麼量化，對吧？老鼠倉，剛才說的這個換方，你還跟各種莊股，還跟各種假消息作對。買房子這麼簡單的事都能，對吧？讓你這個半生白忙。炒股那讓你傾家蕩產，那也是情理之中啊。所以說啊，這些專家壞得很啊，忽悠這些普通的韭菜入市。現在很少啊有專家在提示風險。那除了這個網紅經濟學家李大釗，網上所有的都在看多，一片掌聲啊，就是忽悠這些韭菜進去接盤。好，這期節目啊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。謝謝大家。